今日3月12日，為我哋香港教區咧，我哋都可以紀念聖張大鵬一個殉道者，1754年喺貴州嘅都軍嗰度出生，父母咧都係外教嘅。佢喺1800年咧，佢受洗，聖名係約瑟。佢曾經做呢一個嘅傳道員。1811年喺貴州咧發生呢個教難，佢逃往四川，奉主教嘅命翻去貴州照顧教友。3年之後，佢被捕入獄。再過一年呢，佢嘅3月12日，佢為主受絞刑而亡。教宗若望保祿2世喺2000年嘅10月1日咧，封佢為聖人。我哋請呢位聖者繼續為我哋呢個福傳，特別喺祖國嘅福傳祈禱。恭讀按聖路加所載耶穌基督嘅福音。那時，耶穌驅逐一個魔鬼，他使一個人瘖啞的魔鬼。他出去以後，啞巴便說出話來，群眾都驚訝不止。但是其中有人說，他是長賴魔王貝爾則布驅魔。另一些人試探耶穌，向他要求一個自天而來的徵兆。耶穌知道了他們的心意，便給他們說：凡是一國自相紛爭，必成廢墟；一家一家的敗落。如果撒旦自相紛爭，他的國如何能存立呢？因為你們說我長賴貝爾則布驅魔。如果我長賴貝爾則布驅魔，你們的子弟們是長賴誰驅魔呢？為此，他們將是你們的裁判者。如果我是長賴天主的手指驅魔，那麼天主的國已來到你們中間了。幾時壯士佩戴武器，看守自己的宅舍，他的財產必能安全。但是如果有個比他強壯的來戰勝他，必會把他所依仗的一切器械都奪去，而瓜分他的贓物。不隨同我的，就是反對我；不同我收集的，就是分散。基督嘅福音。人呢都有好多嘅理論啦嚇。今日呢一班拒絕耶穌嘅人，當佢能夠驅魔，佢竟然呢誣告耶穌以魔王去驅魔。耶穌呢面對呢啲反對嘅人，面對呢啲咧要求佢試探佢，要俾徵兆。耶穌咧反駁佢哋，提到你個魔鬼同魔鬼大家鬥咧，即係鬼打鬼咧，就好難存立。如果我唔係靠魔鬼，我靠天主，咁你哋點咧？天主喺你哋中間。你哋依賴呢啲人嘅世上嘅力量，係唔會鬥得過天主。所以耶穌話：你唔同我一齊，你就反對我；你唔同我收集，你就係分散。呢個值得咧，我哋問下。而今日耶肋米亞上主提醒佢，呢一代嘅人，佢哋唔肯聽佢哋冇聽過天主嘅聲音。所以今日我哋問我哋自己，我哋有幾可聽過上主嘅聲音，或者更加咁問，我哋有幾可想聽到天主嘅聲音？其實天主不斷喺我哋心中呼喚我哋，只不過我哋咧個心硬，或者我哋嘅心咧心不在焉咧，我哋聽唔到。所以呢個四旬期咧，值得我哋問下自己：我用咗啲咩時間？我俾咗啲乜嘢嘅？係咪真係好恨、好想聽到天主喺我心中嘅呼喚呢？
讓我哋問下咧，究竟我哋出咗幾多嘅力？